81X 嘅路線介紹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交通日常乜都吹嘅 CN， 今日我係會講下81X 同埋舊線81S 嘅歷史。81S 咧係會入美田嘅，跟住經大圍同埋顯徑，跟住就出九龍塘，跟住就行旺角以南嘅呢個彌敦道，到達呢個眾坊街。81S 擔當住來往大圍同旺角嘅一個服務，每日係會開出3班。喺2021年至2022年嘅 RPP 入邊，運輸署又建議將81S 取消同埋開81X，為加強青沙公路嘅轉乘網絡，跟住就將3班81S減到2班81X，剩翻嘅班次就撥去985A 嘅服務。運輸署就表示行青沙公路會快5至10分鐘，去太子同九龍塘可以搭81C 號線或者81。依家我哋就睇下81X 嘅走線啦。81X 係沙田段嘅走線，差唔多經大圍同埋顯徑嘅，跟住再轉入青沙公路同連翔道特快，跟住再喺佐敦道掉頭翻上旺角。睇完走線可以見到去旺角應該係快啲嘅，但係就徹底鏟咗去九龍塘嘅服務。去九龍塘可以用81C或者補貼，去旺角就可以用新線。呢條路線同近排嘅新線好似 T80 到 X8X 都係採用掉頭嘅路線。呢條路線亦都可以加強青沙公路嘅轉乘，但係都有唔少壞處。81S 原本可以坐滿入獅隧，偏偏就要升級嗰班客，由7個8蚊升級到9蚊，好似 T80 咁兜路，以收取更高價格。佐敦路嘅客量亦都應該寥寥可數，九龍塘本身嘅學生客大部分都只可以補貼。我認為應該起碼保留一班81S 去服務有需要嘅學生客同太子客。以下就係81X 嘅宣傳，因為嗰隻3月17號實施。好，我就係 CN， 下次再見。